多谢第选来看较轻松的新闻。台中南区南河里有一项真特别的训练课程，在伫房仔顶铁钉啊，用碰细线的填出各种的图形，完成作品叫做钉仔帮的填绕画。过程中，唔好在时代手脑并用，可以使发挥创意。作品真适合观日时啊，摆来客厅看水。 许多人提供推啊，一直咧讲，用钉下钉出一个花草，佮用碰洗慢慢啊洗出叶形出来。那个钉子钉在那个木板上面，然后再用那个毛线这样子织起来，就变成一幅画。透过钉帮创作，实在点线边的变化。 制作过程，然后心情放轻松，麦当或是大人春日因的手筋头发。钉子的过程呢，首先手眼协调还蛮重要的，所以那他们自己去控制力道呢，控制他们可以敲的深浅，后面的绕线呢，也可以训练他们对于美感的那个设计感。南埔里社区中心课用碰洗规划趣味课程，包括模型、钉帮创作，作品完成，或是大人拢感觉最有成就感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